大家好，我如新分享 Kelvin， 今日介紹全城匯8座嘅 A 室，實用面積538尺，單位係2房間隔，而且係緊廚嘅，帶大家睇下。大門口行入嚟位置啦，有少少走廊位，咁見到擺放咗鞋櫃啦。行入啲係一個長方形嘅日字嘅客飯廳，左手邊係廚房嘅位置，咁見到一個大嘅玻璃窗，而且都好光猛。廚房嘅裝修都係交樓標準，有基本嘅電器。褪翻出嚟呢邊可以做翻飯廳，咁業主都擺放咗餐台，而近露台位置就可以做翻客廳啦。咁睇埋露台，露台望翻出去方向向翻正南，望翻自己屋苑內園啦，非常之清靜。單位係2房嘅，咁我哋先睇下第一間睡房。呢邊四四方方，有一個角窗，呢邊都係望返公園嘅。而浴室就喺2間房嘅中間，咁我哋睇埋浴室。浴室都係有窗嘅設計，保留返浴缸啦。睇埋另一間房啦，咁多數呢間房都會做主人房嘅，咁都係四四方方啦。方向呢邊都係向返南。如果對單位都有興趣想睇嘅話，可以聯絡我啊。拜拜。